大家成日轉幣，好怕俾多咗手續費。MEXC 依家有個超正功能，就係部分幣種支持零轉賬費用，幫你慳到盡，即係你入錢出錢都無需擔心蝕手續費啦。想試下？好簡單，首先喺 MEXC 平台揀你想充值或者提現嘅幣種，佢會清楚顯示有冇手續費同是否零費用，跟住 copy 地址，喺你另一個錢包度轉幣過嚟就得。仲有個 tips， 開戶入面輸入我嘅 MEXC 專屬推薦碼，交易再省 20% 手續費，一齊慳到盡。連結同優惠碼我放咗落說明欄，記得自己 check。提款都一樣，揀返支援零手續費嘅幣種，記住核對地址，安全又省錢，唔想再俾貴手續費。識揀平台真係好緊要。登記新戶仲有機會攞高達$10,000新手獎勵，快啲 share 俾朋友，搵多啲着數啦！想慳手續費，MEXC 一定要試。